明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邝永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桃园滨镇长下晡发生一件公安意外。当地时间的文化公园地下停车道向崩塌，2个工人受伤，1个工人失踪。今日早起透早时已经发现遗体，意外发生的原因，即马正在调查。较多机透明伫咧学，因为桃园市平镇区福兴国家文化路上侧路口。一个地下停车场工地30下到4点53分放弃，消防局接到报案，主动联络家搜救到现场救人。有2位受伤的工人送病院，也个团工找到1位女员工的尸体。我们第一时间有2只搜救犬以及雷达在做探测的时候，我们这个楼板掉下去的深度大约大概4公尺到6公尺左右的这个深度。那我们现在也全力积极的做这个搜救。消防人员救出56岁姓林的工人，伊的头有侧壁伤；另外1位43岁姓詹的工人，除了头以外，正面的肩胛头也有侧伤。2人暗时7点外拢登到现场斗相共救人。一开始找无人的62岁姓林的女员工，这么团工找到伊的尸体。桃园市交通局讲，这个工程去年5月底开工，30下昼本来要甲土囤登去，地下室的顶帮突然间崩起，人甲车拢搬落去。到底是结构系统出问题，还是说那个混凝土强度出问题？这个我们会找土木技师或者是结构技师再去检核相关的图面设计的这个资料。搜救人员透明救人，路检处也派人到现场，依法要求立即停工。要拿意外发生的原因，由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前规 KTV 发生大火，昨晚传出第6个人死亡。这场火灾继将造成6个人过往。有员工出来亚讲，本地是2月19号要暂停营业，暂停时间尾案呢煞改讲日时时间暗时营业。针对这部分，市长郭文哲讲会找政风处成立专案小组去调查。防止疫情警员系列台北市举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扩大管制兵器推演，市长郭文哲亲自指挥。不过，台湾连续5天零确诊，台北市这么加兵推，让人积极上班。工程演习就不用，但是在我们计划书要写好，那引用李总统讲的18番的这个剧本要写好。针对林森店大火，一开始5个人死亡，有1位受伤的查甫人急救几多天了，30也过身，总共6死。这边意外也消失案件确实，消防局必然积极检核放水，离离的客栈也无包括5大消防设备。10层楼只敢开20分钟就插线。郭文哲讲，前几前20遍的检查拢合格，不过这边敢若检查6间店就4间爱停检，代表过去拢是应付啊尔，会成立专案小组加入政风处调查。我相信台北市的公务员还是全团最优秀的，没有很有效率、很有效果的检查，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当然，我不认为说什么人为的弊端常常就是那种系统不好用。郭文哲讲，前几大火也看做严者动态违规，要前几受伤员工的朋友讲，林森店2月19号不建议暂停营业，做电梯的工程，不过高层无登记，2个也是日时时间暗时营业。然后到时候可能不营业嘛，所以到其他店去支援，对啊，以免说就是让你们没有班可以上，可是起码你可以到其他店去上班，对啊。可是，在25号却取消了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资料可以查证的啦。因为听说好像本来林森店它本来好像有说施工这部分要移到南京店，后来为什么？为了要避免消防法规伫咧业者违规的时阵无法照，即个拿当限期改善。台北市政府虽然改采日令停业，也毋过严是长久的方法。国民党团提出修法，消防设备有严重违规，毋免先开坑倒单，会当直接罚。也个消防安检无过，本来罚3万，即马提悬到5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外交部是证实讲，咱台湾驻法国代表处有1个人去挖到武汉肺炎。外交部是表示讲，这个员工甲做伙上班的同事，即马拢爱在家隔离14天。代表处已经做好全面的消毒。代表处目前也是有提供服务，若准代表处个人去挖到，才会关门。目前这个员工已经无镜头啊，当时会当回去上班，搁要等医生的评估。
来关心，昨昏咱国内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已经是连续5天拢无新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宣布讲，要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伫户外活动还有食食的部分，鼓励民众爱继续做好防疫，会使放较轻松咧享受生活，也毋过袂使放零。跟总统报告，跟我们的人民报告哈，我们总共有5个0了哈。迎接50新纪录，指挥官陈时中甲疫情指挥中心团队替总统蔡英文送的50杯罐，庆祝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病例，18天无本土个案出现。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大型的传播性已经降到最低。好，但是怎么样再用个人的防线建立好来，把这样的可能性减到最少最少。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确诊个案维持伫419人，6人死亡，312人已经出院。为了让民众慢慢回归正常生活，指挥中心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希望民众继续落实骨力洗手、挂嘴暗，保持社交距离，加个人防线，未来慢慢开放相关的活动。大概会从比较那个体育的活动，或者文化。好，那更重要一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个餐饮的文化。国内疫情缓和，美国上新研究也传来好消息，用来治疗武汉肺炎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初步临床试验有袂歹的效果。指挥中心表示，台湾因为确诊个案真少，只有10名患者进入美国大型临床试验，目前无发现严重副作用，而且愈早用药啊治疗效果愈好。在重症的病人里面，有分别是用5天治疗或10天治疗的2种模式。那可以看到，5天治疗跟10天治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哈。那没有说越长的天数效果更好。指挥中心提醒5月连假民众食饭出外机会变多，大家应选择有假帮或者是提供套餐的店家，享受美食，让民众落实防疫，也轻松享受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开始是3天的5一劳动节连续假期，天气安怎？咱来看分图。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了后，西半部的山区嘛有阵雨。这3天的天气拢袂歹，拢差不多。温度方面，受暖空气瓦近的影响，东半部高温有31度，南北部、中南部高温有32度到34度。天气已经是愈来愈烧热。气象局有针对台南、高雄发布黄色的高温警报，高温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乡亲爱加啉水。若5月份风场换吹西南风，开始有较翕、较热的感觉啊。伫空气品质的部分，西半部还有金门拢是柑仔色的急速，若北部是红色的警示，乡亲爱细致。交通部1968 APP 互外界屁想讲毋若无准，颠倒害真侪所在无人敢去。交通部申请讲，中华电信针对人电的算法无够周全，新的版本会做调整。另外，新版的嘛会增加防疫说明。趁着好天气来到白沙动物园的民众袂少。白沙动物园伫改版后的1968 App 也为第2景点人数及时显示地点，下昼显示青色，人数正常。也毋过因为准确度引起争议，中华电视当咧调整警示灯号一度出现全台景点拢青色状态。交通部表示，目前 App 改版中新增的人数警示防疫说明，青色是正常爱保持社交距离，黄色是人较济建议挂嘴暗，红色是人真可以专程挂嘴暗。灯号的显示的话，我们是以民众比较能够简易判断的作为防疫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了哈。那包括在绿灯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一般的社交距离哈。那在人潮多的时候，是建议戴口罩。另外，显示景点到底要安怎筛选？正义表示是各部会汇报过去3个月热门景点，佮结合中华电信大数据检出来。也毋过第1版本无考虑到景点范围问题，地区像乌沙头水库、新竹动物园、花莲、东大门夜市，人数甲实际状况拢有落差。目前要求中华电信将依照假日人数设定景点底限值，符合实际状况。这个假日的这个流量为基础，去抓一个安全的流量，在这个安全流量基础上再去做示警，那原来的景点是234，那这几天有调整，减少了2个，变232。交通部强调，滚动检讨可能看情况增加，也不排除会阁提调。微调后完成测试，更新版将伫5月初1完整上线。记者综合报道。
5.1劳动节3天连续假期，新北市政府讲，伊要家己推出警示，着合作人定仪表板，要监控80个民众较会去的所在，嘛强调讲，监控的地点比交通部1968 APP 也搁较济，而且是由人员去做监控，所以比1968也搁较准。目前有5个车子在排队哈，然后西岸目前也是车位已满。工作人员进行最后的测试，新北市5月初1启动人数仪表板，由警区保全汇报人数专人会诊，将辖区内80处景点分为停车场管制、无建前往禁止进入3个等级。显示伫新北市观光旅游局网页并且 App 和民众查询。我们的显示方式是比较，就是我们很直接性的告诉民众说，我们现在的管制是什么。就是针对园区管制，我们不需要民众就是另外再去判断说，我到底该不该去，他可能会有点犹豫。新北市政府也针对热门景点，像渔人码头、句号渔港提供停车场直播，民众出门前就会当先看车流。另外，无信到中央人数警示 App 的，也有顶摆清明连假游客人数减少的，台南市政府推出拍卡活动，只要民众有去交通部1968 App 列举的29处景点，上传挂翠暗的拍卡相片，都会当换奖品。那我们来这边还可以拿到免费送那个郑成功的洋芋片。反正中央已经说过，会好好把这个部分滚动式检讨，我们要尊重他们。另外，高雄市政府也表示，被高公局设置人数警示点的凤山青年夜市，其实已经稍早搬到前镇凯旋路，也改名凯旋青年夜市。对景点表示有错误，交通部表示，若受到地方政府反映，拢会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继续在增加，已经超过321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同款无新增加病例，同款维持伫咧429例。香港有1037例，日本有13000多例，南韩已经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已经超过109万例。巴西有8万多例，那欧洲的意大利超过20万例，西班牙超过23万例，德国超过16万例，英国超过17万例，伊朗超过9万例。来关心南韩的疫情有转好，昨昏新的4例拢是经过大病入去的，是75天以来头一摆无本土病例。点个南韩5.1连续假期有6天，南韩政府即马带咧等，呼吁讲若有出门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唔通互休假，真做防疫空旁。那中国的官方嘛讲，因的疫情即马愈来愈稳定。北京嘛宣布讲要放零部分的限制，去北京出差的人，甲转去北京的人，即马拢免隔离14天啊。要来降低管制力头，外界认为讲做遮拢是要为着这个月要伫北京开会的中国两会。北京市29甲疫情回应机制调降做2级，出现抢机票的现象，订票的人半点钟就增加15倍，集中伫咧北京、成都、重庆、上海、杭州、中山等5条航线。深圳、厦门、三亚嘛真做热门的所在，原本敢若爱1节的机票，嘛红扫了了。往年的一些热门航线也出现了1到2折左右的优惠。以4月26号公布的机票价格为例，4月28号到5月2号，北京到广州机票最低只有228元。北京宣布为低风险的地区去北京出差，也有登去北京的人员唔免阁居家隔离14天，而且甲防疫应急响应调降做2级，要来做全中国唯一个高风险地区的调用区，嘛宣布调降做低风险。外界解读，甲中国两会会伫5月2日2日调开有关系。国内低风险地区的进京、出差返京人员，不再要求居家隔离观察14天。正在居家集中观察的，可以解除观察。中国官方媒体并无说明两会开会的形式，不过外国媒体认为，中国这个行为是咧甲人民保证疫情已经结束，尤其是两会关系到未来1年中国对台湾政策的走向，加上时间点拄好伫蔡总统5日控就职了后举行，受到大家的关心。国政协主席汪洋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
中国讲疫情已经稳定，官方公布29个日新增加确诊的病例4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不过乌龙江省疫情还是失去控制，烦恼5一连假疫情会拓开。风景区已经用注文的方式，而且禁止旅行社包车，甲下城市的旅游避免群聚。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为35天来最低，累计已有近2/3患者治愈出院。北京故宫嘛，伫咧5月初伊要重新开馆，才一暗尔，25000张的门票虽拢未了了，嘛互外界烦恼讲5一连假恐惊会加做中国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已经登记14档的4月3号，今仔日要退休，刷落来要工课到4月7号继续提供气象资料。来看《联合报》，SBL 总冠军第6战，台湾美女以117比78拍赢儒良，摕着冠军，赢39分嘛创下新纪录。来看《澎湖日报》。去年7月军铁路警察伫火车顶排解救军雪红都市的意外，嘉义地方法院昨1审宣判，认为凶手精神无正常，所以判无罪，也毋过爱强制治疗5档，嘛以50万交保。针对这个判决的结果，毋但家属无法度接受，警政署长陈家钦嘛讲伊真切心，讲这款判决会打击警察的心情，支持检察官提出上诉。咱会甲当初想的差距侪，差足侪。铁路警察李成汉的爸母听完判决了后，行出嘉义地方法院，心情是真沉重。去年7月，因后生咧值班的时阵，协助处理补票的纠纷，去互姓陈的男性提刀攻击，伤重来死亡。31审宣判被告无罪，互家属是无法度接受。我就接受了，真正迄种法官啊，真正。真的那么多人对哦？爱插入地啦。爱插入地就对啊，伊拢无啊。伊就规定甲迄种信任迄个鉴定的精神医师啊。姓陈被告会封判无罪，合议庭是认为讲，被告为民国90年开始，因为思觉失调症去看医生，99年确诊。不过后来伊家己停药啊，伫咧案件发生进前都已经有精神的状况，认为有人要陷害伊，诈领保险金。透过病院的精神鉴定，嘛认定被告伫咧案件发生的时阵是发病的状态，无法度辨识行为有违法，符合免责的规定。虽然认定有杀害远景的行为，但是因为行为时有精神障碍，不能辨识和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以依刑法第19条规定判处无罪。但是被告必须接受5年的强制监护处分。也就是被告在这5年之中必须住院强制就医。这个判决嘛引起警界的批评，警政署长陈家钦去铁路警察局的台北分驻所，甲基层的铁路警察鼓励，嘛讲会甲紧急来反映，而且建议修正刑法，定出保护警察的专款。第一线基层的铁路警察嘛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继续上诉。内心非常的沉重，也非常的愤怒，严重的打击我们警察执法的士气。刑法要订定保护我们同仁安全的专款，那对这些突袭警察、攻击警察、杀警的这些嫌犯，要有很严厉的制裁。那我希望警政署可以上诉到底，然后还给学长一个公道。马车合议庭判被告无期徒刑的嘉义地检署表示，针对法官干以鉴定的报告就判伊无罪，无重视其他的证据是感觉真遗憾，嘛会继续提起上诉，因为姓陈的被告也无法度纳50万的交保金，因为安尼还阁压伫咧看守所，地检署嘛伫咧下晡提起控告。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个案，封判无罪，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王婉如昨伊是表示讲，伊无适合针对这个案加讲啥，即马应该去关心被害者的家属。对，今天法务部有提出说，这个针对这样子无罪的判决结果，已经启动社会安全网，能够保护这个社会大众的安全。我想不管对这个被害人家庭来说，又或者是说对社会大众来说，其实大家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们大家都不能接受再有这样的事情，让这件事情再次的发生。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高度的共识。所以我们也想请教说，相关的部会是不是有足够支持这样子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想请教司法院在做出判决结果之前，是不是有针对被告的身心状况已经做过足够的调查？是否有询问过相关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针对法务部
部长蔡清祥，伊讲已经启动社会安全网，避免嫌犯交保了后搁犯案。王婉如是积极讲，包括凶手登去社区，啥人来管，谁看过，敢无问过被害者家属的意见？强制要求伊去互医生看，要安怎办？王婉如讲，若是司法要判无罪，这部分政府就应该向人民讲互清楚。针对这个无罪判决，法律界嘛有人主张讲袂使完全无罪，嘛有医界的专家是表示讲，这款判决要配合后壁的治疗甲评估，安尼社会大众才袂烦恼。精神障碍者犯杀人案的判决结果，拢引起社会注意。北投女童挂后案凶手龚长安，替小灯泡凶手王景玉，台中一起诊所毒死欺负医所的姓罗查甫人，拢被认定得到视觉失调，被判无期徒刑。早早犯下铁路杀警案的姓陈查甫人，因为被认定犯案的时阵视觉失调症并发，被判无罪。在社会一片议论的声音当中，法务部长蔡清祥伊讲出答话。杀己行为啊，是天地不容的，国人呐也无法原谅。我们会启动社会安全网，很快的来让相关的人士啊，来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因为宪法第19条规定，行为人下手的时阵，因为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袂当辨识其行为违法，就免罚。所以这几年真济杀人案件被告精神鉴定结果，拢是法庭上公放关键。法界是出现检讨刑度声音，我做检察官律师主张，无法无等于是无罪，所以应该亲像美国伫杀人罪上，依据各种的样态，建立不同款的刑度区分。法条是写说不罚嘛，那不罚不代表说就是直接判他无罪。我们目前的杀人罪的规定太过粗糙，没有针对各种的情况去做一个分级的处理。精神鉴定报告是不是就应重视还原被告犯案时的精神状态？伊所承认只应尽量逼近当时的情形，爱100%还原，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姓陈查某人判决结果也是让人真烦恼。这样子一个判决，其实我们还是担心的，因为没有交代后续的细节到底怎么办，多久要定期的评估。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治疗，等到他稳定之后，要怎么样让大家放心说 OK， 他应该没事了。不过，医生强调，为临床角度，更加在意的是后续治疗，甲是不是有定期评估，甲回归社会了后的追踪。而且这不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也需要司法界斗阵配合甲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即马是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国家。美国总统川嘛起互美讲，伊无甲防疫工作做好，不过伊是背回讲，中国暗砍疫情目的是为着要害伊无法度连任。美国感染人数破100万，超过6万人死亡，常常被指责防疫不力的总统川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相信北京当局是想要借疫情，互伊11月连任失败，互伊败选，才能减轻贸易战甲其他压力。虽然被中国央视连续真侪天批评各类四大罪评论，不过国务卿蓬佩奥坚持对疫情源头要追究到底。There are multiple labs that are continuing to conduct work, we think, on contagious pathogens inside of China today, and we don't know if they are operating at a level of security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again. Remember,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had a virus come out of China. 澳洲总理莫里森29为提出独立调查疫情要求辩护，表示绝对合理，也不是针对中国。World would want to have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how this all occurred, so we can learn the lessons and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不得人心。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野生动物失货市场。面对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的声音，要求赔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28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访问时表示，赔偿无依据，中国也反对有做推定式的国际调查，佮拒绝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形之下，将中国当作被告。记者综合报道。若有药啊，疫情就有法度控制啊。美国即马正在做一项世界性的实验，发现讲对抗病毒的药啊，瑞德西韦会使互患者的康复期对15天缩短到只剩11天，算是有效的。所以，川普即马嘛要求爱赶紧批准，互这款药啊上市。
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斯博士29日在白宫表示，为2月1日开始，国家国民传染病研究所对全球1063个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做药仔的临床试验，显示美国药厂吉利亚公司研发实验性的抗病毒的药仔瑞德西韦，希望会当甲新冠病毒患者复原的期间，为原本的15天缩短到11天。The data shows that remdesivir has a clear-cu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diminishing the time to recovery. This is really quite importan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d I'll give you the data. It's highly significant. 为中国武汉拖到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半年以来也无药仔通用。福斯博士指出，实验的结果显示，瑞德西韦会当阻挡病毒，替患者带来希望。不过，对死亡率的影响也是无明显。接受瑞德西韦迄组的死亡率是8%，食安慰剂的对照组是11.6%。这款的差别，若是为科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并无大。This drug happens to be blocking a enzyme that the virus uses. And that's an RNA polymerase. Bu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enzymes that the virus uses that are now going to be targets for this. This will be the standard of care. 研究人员要需要查清楚受惠对象的范围。这个药仔是予原本要好的人搁较紧好，也是会当予患者唔免带入去加护病房。这个药仔是用伫少年人也是老大人的效果较好。若同一个时间有其他症头的人，敢会有无共款的影响？另外，敢有需要伫咧病毒的数量达到高峰的进程就成食咧。假使讲瑞德西韦会当降低加护病房重症患者的数量，也若安尼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就会当放零。这个消息为经济层面来看，看起来是真有帮助。美国各市到亚洲各市全部拢走悬收红。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即阵是黄金周的假期，也毋过日本目前嘛是全国是进入紧急状态，休假袂使出门，有人规气伫家己厝内家己露营，囡仔嘛是耍甲真欢喜。布棚顶悬挂电火珠啊，桌顶也有真细派的电火，互人享受这种真难得的露营时光。啊，毋过镜头有远一看，其实是伫厝顶所在的布棚，互囡仔是真欢喜。めちゃめちゃ興奮しています。すごい。受紧急状态影响，政府要求民众减少出外时间，互部分民众决定改造生活方式，体验无共款的居家生活。日々同じ生活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なかなかストレスも溜まってしまう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違う、普段の食事をちょっとじゃあキャンプっぽいご飯にしてみるとか、お子さんにとってはなかなかない経験だとかけがえのない経験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除了伫厝露营，福建县受温泉旅馆提供居民将温泉水买回去，伫厝内底享受用温泉水洗身躯的乐趣。伫这片防疫消毒双手的声音当中，也有机关研究人员改造消毒酒精台造型，互民众免用手去碰酒精管啊，只用脚落下开机关，就会自动喷酒精。另外，也有伫怀滨关门中的水族馆，伫训练之下，护士员甲海底，伫10年来毋捌伫现场表演当中挑战的演出，各录影片，互观众来欣赏。高さ、タイミング、完璧なクロスロケットジャンプでした。未少个人因为烦恼人潮聚集，禁止民众到果园体验采果乐趣。有个人就翕家己满水果甲满水果机械影片，佮将满热水果包装好了后，改由网络去卖，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过来前线直接看。今仔日台记台新闻专题要带乡亲来看台湾的海运业。受疫情影响，全世界货船拢减船帮，无流通就无通好转接。海运业甲航空业同款，拢大受影响。即马这5万赶紧渡过难关。大船入港，半自动化的大型天车排几排，下开拖车来来往往，无用的装卸货柜。台湾无亲像世界各国受到疫情影响，锁国封港，不过嘛是面对全球生产重点，船运大幅度减班的考验。
台湾第3大港，世界排名第100名的台北港码头，2020第一季的作业量比去年同一个时阵减少6%。台北港货柜码头公司的总经理林金兴表示，第2季会落个较济。目前对准公司客户减收费用，希望强度难关。规条国际贸易的供应链为船运、码头、仓库到运输，全部拢受到冲击。航运来讲，我整的这一条供应链几乎是等于是断裂。为什么？因为区域的这些沉积的这些物流它封锁了，那因为它需求变少，出口甚至是我的进口都深受影响。原料无法度入来的新品出袂去，疫情期间内需的消费嘛降低，进出口的厂商拢取消订单，也是延期。内陆的货柜场伫结关的时阵，应该是上无用的。报关的柜台刷零零清清，第5个目停在边啊。外口的空货柜吨干那线有6站关，可见货物的流通拢冻点。中央货柜总经理陈天才表示，伊做船务40吨，这边疫情的冲击是伊毋捌看过的。是2月份开始疫情开始，阮就开始影响，收入减起来，因为你量减，收入就减起来。量若减30%，收入嘛减头30%，因素啦吼，因素嘛减30%起来。陈天才指出，目前已增加员工的训练，轮流休假来度小月。若是疫情到7、8月也未结束，政府阁无出手斗3工，恐惊会经营袂落去。汽车货柜运输的农业工会秘书长李兆光表示，拖车司机无会通拖，嘛面对减班休困的困境。国际贸易的供应链第2季恐惊会跋到谷底，业者毋望政府纾困，可以当挡甲疫情过去，经济反弹回升的时阵。记者尤以真张玉水新北报道。那咱台湾的翠暗国家队同人学老，验过台南永康有一间翠暗工厂，甲2条生产线交予政府，说家己偷创1条生产线。1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翠暗，伊用一个13块钱放伫网络顶头卖，2个月已经赚上千万。调查局已经去调查，即马业者嘛爱诚多。2020 4月20。南基组调查人员入去台南永康这间翠暗工厂内底，因偷偷出货要卖翠暗已经装箱装好啊，拢总有110万片。加开了后，内底有外色炭，拢总有4元。最外层装水层，所以它是4层。根据调查，这间伫咧台南永康的翠暗工厂有2条生产线，供应予政府征收的翠暗。家己煞偷偷留1条生产线，生产活性炭的医疗翠暗，以一个13块的价销伫咧网络顶卖。未经卫福部核准许可的产线所制造生产出来的口罩，可是他们把它打上了另外一条生产线是经过卫福部核准许可的那个许可证号，所以它的整个标示都是有问题的。细楼的负责人经过征询了后，以30万块来交保。伊经营的店面嘛，因为安尼甲铁门救落来，大暂停营业的告示。等到是厝边，认为疫情的期间，还阁偷偷卖翠暗，反应是无共款。他们私底下没有在卖啦，他不卖我们呢。我跟他很好，他也不卖我呢。因为他们会卖那个老板小型工厂那一种。业者因为小贪，想要趁这的乌心钱，煞来违法。根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第12条，防疫物资乌白牙关介绍，会当处5年以下，而且罚5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几若天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马人到底是安怎？咱国安局长邱国正伫立法院，伊是表示讲，根据证据，知影金正恩确实有破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消息公开场合几日天，关心破病成为受害人的消息不断。调查立委关注，敢是可能影响东北亚政局？国安局长邱国正表示，有掌握消息，也证实金正恩有病。就你们了解金正恩身体健康吗？这总可以讲了吧？他有病啊，才会去所以很简单，所以局长讲的第一个重要消息，确实是生病了。对，只是生的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对，这就是重点就对了。好。邱国正无加做说明，强调这是根据公开的情报推算出来，不是个人意见。目前周边的国家也无出现大规模军事调动，对于近来中国伫南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军也派舰艇到南海，咱国敢有应对措施？邱国正也表示会检讨太平岛的兵力。太平岛那边那个兵力是海巡大概有200多人他的武器装备，我以前在国防部服务的时候知道有一些
这个有没有因为最近的事件而更为加强？国防部会检讨，应该会调整的。中国近来唔但一直有军事动作，也对外宣告疫情落来。年内政协两会搁较要伫5月下旬召开，全国政也研判，两会了后，中国对外将有无同的动作，将对咱涉国工作，包括邦交高顶进行施压，甚至采取军事恐吓，到时阵拢会对咱造成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海东方卫视内底食头路的记者张敬义，即阵是互陆委会认定讲，伊违反两岸条例，咱台湾人袂使去做中国党政军的职务这项规定，所以决定要甲动发。伫美国北京的记者会，记者张敬义对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是为台湾来的，引发两岸的讨论。不过，陆委会认为，伊伫中国官方媒体上海东方卫视伫咧食头路，按两岸条例的规定，台湾人袂当做中国党政军的职务，或者是伫政治性机关做工课，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50万的罚金。主管机关是由通传会来处理哈，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对相关的这个事项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通盘的了解。那么第二个是说有关于他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我想会是在整个的查处的这个里面做考量。陆委会表示，包括张敬义在内，3年来有86个人涉嫌违法伫咧中国食头路，进前经过主管机关的调查甲处理，陆委会已经对37个人裁罚。目前事实上裁罚的已经开罚的有37人。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有这个86个人正在这个了解查处之中。捌伫咧中国媒体做记者的财经专家吴彩萍，伊表示，进前伊伫咧中国食头路的财经杂志，无党委会组织。不过中国其他的官方媒体普遍拢有设党委会，那伫咧相关的机关食头路情形就较复杂。这些在党政军机构工作的情况本来就比较复杂，譬如说他的。最高层老板就是共产党员，然后他可以直接问你，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他就可以请你去问什么消息。那其实很有可能你就是间接过了一手，变成人家刺探消息的这个来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遐若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请台湾人做台北特约的记者，陆委会表示会会同相关的机关进一步了解。国台办是回应陆委会以违法的方式，甲威胁加权、甲绿色的恐怖，会阻碍着两岸的交流。因也是支持台湾的青年去中国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主计总处公布第一季的 GDP 是1.54%，比2月份所预测的也搁较低，是16季以来上低。主计总处表示讲，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咱国人减少出门，无去消费，嘛无咧佚佗所造成的。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活动也暂停。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一季 GDP 是1.54%，比2月预测下修0.26个百分点，近16季上低。那主要原因就是民间消费不如预期，因为全球做那个管控嘛，所以整个出国的人次跟来台的人次都大幅的缩减，都大概跌了大概50%以上，所以基本上会整个把服务的输出率很大幅度的拉下来。主计总处表示，受疫情影响，减少出外消费甲受限旅游活动，国内第一季的经济冲击主要伫民间消费，不过因为消费模式改变，在经济流行。至少有较大效果，所以整体来讲，商品类消费影响较细，服务类是冲击较明显。另外，劳动部的劳工纾困贷款10万块方案，30开始到中头为止，将近27000家申办。用最简易的方式，信任劳工朋友，在这段期间需要一些小额的周转金。那届时如果人数超过我们的预期那政委在2天前也指示的，有必要我们就加开额度，让劳工朋友得到纾困。根据劳动部初步估算，到30银行结束服务，有5班劳工申办，行政院下礼拜会去观察是毋是有增加的必要。佮强调纾困贷款核发了后，也是爱按月还钱。记者综合报道。国立体育大学甲阳明大学做伙合作，做一个运动员伫防疫期间的监测系统。若准选手爱互隔离，也是爱居家检疫的时，到连会使掌握运动员在选手的心跳甲体温在数字，来看讲训练要安怎做调整。
台湾羽球一届地主型3月中伫全英公开赛得到冠军，登来台湾了后进行骨骼检验。伊伫 IG 讲，逐工困到中昼，无练习正常食，检疫期满5星防守也变1星。伊的话也无算讲算笑，因国内外研究拢指出，运动员14天无训练，筋肉会久气，筋膜量甲耐力拢会下降。任何一个运动，它都需要用力量去维持它的技术。你没有力量的话，其实你想得到，你都做不到你想要的动作。协助选手伫隔离或者是检疫时阵，依然应维持基本的纪律甲营养，鼓励体大甲阳明大学合作，整体减少选手体能、活动量、免疫力，提供饮食甲专业建议的服务伫同齐平台。教练透过视讯对应掌握选手的情形。我可以去看 App 上的心跳啦，或者他的疲劳指数有达到怎么样，再去安排他的课程，也在透过手机就可以了解选手。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没有看的话，是不是有些选手就会可能会偷懒？但是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保持住训练的品质。台湾疫情转好，不过各国疫情依然严重，因为东京奥运延后1年，两个学校拢认为，若是用协助教练善用系统，尤其是重点独白项目，台湾选手会更较有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要提升海上的执法甲救护的能力。澎湖海巡新的船舰新起的一只35吨的顺风艇3583艇，4月29正式落水启用。头一抓就去载望安乡一个乡民去马经，互医生看。现在人员慢慢接驳至船上，等队员返回马公。望安乡有一个80多岁的欧巴桑，因为消化道出血、大便有血，身体无爽快，需要赶紧送去大病院。所以，这架新的3583艇就担起这个任务。海巡署是表示讲，目前澎湖的海巡有一架船舰、9架船艇，新的这一架速度紧、食水较浅、真好驶，加符合澎湖坐岛水较浅的环境特色。要救人，也是要讲要去赶这下过界的船只，拢真好用、真有路用。嘛大大提升保护澎湖人的安全。来关心第61线西滨公路彰化往北鹿港到新港的区间测速，可无2个月，就互民众质疑讲无准。警方去查，发觉讲确实这系统是有问题，所以这段期间起码3600外张罚单，即马拢无准算。哦，你有没有给他超钱？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两个相差距离大概50至100左右而已。就是这2个人点破西滨彰化段的区间测速出问题，2位骑机车人以行车记录器证明，同款时间通过区间测速路段只有后壁的批发。彰化警方证实系统出问题，原定4月14以后所寄发的1379张罚单撤销，也毋过机器出问题，警方决定从3月1开始，处第3627张罚单全部取消。考量了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那也避免了这个民众来产生疑虑依照规定，这段9公里路段行驶时间袂当超过5分21秒。不过，彰化警方进一步了解，发现系统点样机自动对视的轮体异常，提出系统甲网络的时间出现误差，也造成违规相片时间资料错误，决定将罚单全部撤销。警方表示，厂商有检验合格证书，也经过检验合格才使用。那除了已经由这个厂商来完成修复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来做一个第三方验证，都是由我们地方的县市政府负责这个维护以及使用目前第61线拢总有8处以区间测速执法，台中警方伫向上路6段的路架也有设置。台中市警局表示，台中系统的对视机制是以国家视频实验室的时间为准，目前各县市各厂商拢有使用，也无出错的记录。这款设备由辖区警方决定使用，个别进行采买。也不过学者表示，应该统整出检验的机制。自己认证，他会有那个裁判兼球员的状况，所以他要经过第三方认证。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是建议在验收的时候，那个使用者他们本身也要去测试一下。学者表示，区间测速用来测定一定距离的平均速率，也毋过机器的可靠度甲标准袂当出错，应该定检验机制甲单位，确保执法的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阿弟饭店第3月份收起来，即马台南的丽丽酒店昨昏嘛发出
广告讲6月底要收单。台南市的劳工局是表示讲，业者伫昨昏有送大量解雇的计划书，受影响的员工大约有251个人。因为他们有工会，所以我们完全改革港评务筹组自治会，这样选出他的代表，还有他的跟资方的对应窗口要出来，这样大家能够在谋取大家共识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劳工权益的重点。劳工局是表示讲，后礼拜二会派人去了解，卖替这劳工找头路。劳资头一摆的协商，这会议顶头政府嘛会去参加。虽然讲组织的所在国泰人寿讲因愿意降租金，也毋过饭店经过思考了后，也是决定讲6月底要全部收起来。来关心经济民间团体调查，有44%的少年劳工伫这批疫情当中，互人减班，所以减薪水。若问题较严重的是，头家人拢无替这少年家、这少年劳工来做劳保，害这少年家拢无法度去申请纾困方案。另外，政府的纾困方案内底对社会福利团体帮助嘛有限。真认真、搁真专心的表情，头毛店的员工当伫咧替人客服务。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显示，有44%的青少年受到这波疫情的影响，其中有1/4互减班，工时变少，另外是薪水减少，也搁有互休无薪假。冲击最大的族群就是大专以上青年，还有初入社会的新鲜人。另外，在工作场域上面，大概有3个场域，一个就是餐饮服务业，还有一个是观光民宿业，还有一个就是柜台零售业。除了劳工的权益可能受到影响，有不少社福团体嘛受到疫情的冲击。今年的1月到4月，募款变甲更加困难，烦恼讲会影响到未来经营甲服务。有团体认为，虽然政府针对疫情的冲击有提供员工薪水甲周转金的价利贷款，不过社福团体讲帮助真有限。我们发觉政府有很多德政，但是我们第一个看不懂，第二个我们也期待有属于这种非营利组织的这个旗帜教养机构的一个纾困的帮助。短期的周转金的贷款以及这些贷款的利息，但本金还是这些社福机构日后还是得还哈，所以对这些社福机构来讲，这是还蛮沉重的后顾之忧啦哈。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滚加3个多月，互产业面临着真大的冲击。要安怎才会当帮助这个团体来渡过难关？后手纾困政策的推动，会是真大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的影响，大家生活拢有小可改变。即马爱骨力洗手，爱挂喙安，爱保持社交距离。生活改变，连一寡食物件、食食的惯势嘛爱对咧改。毋若咱台湾安尼，全世界拢共款，咱做伙来看卖。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当咧实施严格的居家限制，民众敢若会当去附近买食的物件，或者是叫外送。有业者甲煮熟的料理放入去透明的玻璃罐啊，外送或者是线卖拢真方便，拍开就会当随食，真受欢迎。一顿2人份的价小差不多大票150块起跳，口味真侪种，真紧就累积袂少的人客。目前12个总铺已经强要无够用，业者按算趁这个机会，搁加开一个灶卡，嘛认为讲疫情过了后，需求也是袂少。芝麻零食是比利时招牌的料理，就算伫咧防疫封城的期间，芝麻零食的店也是会当营业。比利时嘛是马铃薯加工品上大出口的国家，一年生产530万吨。不过防疫期间全球的经济无好，餐饮甲咖啡店停业，马铃薯加工品的需求减8成。业者呼吁民众会当加食马铃薯，帮助农民甲产业。It's intangible heritage stuff, our fry culture. So we ask the Belgians to consume an extra portion of fries now to allow us to process more potatoes and to avoid food waste. 疫情真严重的新加坡嘛，当咧实施封锁。美食广场内底有一个打位的业者，刷了钱咧营业。这个28岁的蔡先生，分数有赤字，进前嘛是咧拍拳的选手，一工会当卖1-20份的饭菜，薪水要趁无，就为4月初开始，替家友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免费的饭菜。As long as we don't die, so that we can survive, we are still trying to give back because it's a hard period for everyone. 美国总统川普28表示，会动用各项生产法，把肉品加工厂指定做关键基础设施，确保疫情期间袂欠肉。过当天，密西根州的大卖场嘛出现买物件的人阵。伊利诺州卖肉的业者表示，疫情期间生产的成本压悬真济，真有可能会转为消费者遐去。最近线卖价小会阁继续压悬。记者综合报道。
若日本中小型的餐饮业嘛是大受影响，业绩拢是落成甲8成，造成真侪老牌子的店头即马拢无法度做爱收单。日本政府有推出互中小企业用零利率融资的方案，希望讲会当减轻这个店头的负担。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日本的餐饮业，特别是当家的商店。最近这2礼拜疫情继续咧拖，短半个月内底新增加的确诊病人就超过1000人。当家都的地属小吃白盒子要求民众自我管理，不过这嘛互中小型的餐厅要面对无法度生存的危机。对这件代志，捌甲4000间小店起死回生的行销公司就来到3工，希望协助这寡店头会当渡过难关。コロナウイルスだけではなく、そういう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が当たってしまった場合ですと、お客様が来てく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ウォッチして、何かネガティブな書き込みがあった際にすぐに、動けるようにするという。除了各业界互相斗帮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拨有算支援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互因会当用无利率的方式向银行做融资。希望会当减轻疫情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的冲击，真侪国家嘛拢有人在抢生活物资，也佫有在医疗物资，即马拢无够。若无够要安怎？若是抢无，有人就跩家己做。英国有人是家己做用布的卫生纸，若印尼是有在做衫的团队，即马替医护人员做防护衫。印尼疫情紧张，一名女企家迪莫斯，伊的朋友伫西爪哇担任医护人员，伊足烦恼，因为伫帮人看病的同时，伊的生活防护装备严重无够，被划掉风险真大。Jadi seperti baju hujan dia pakai jas hujan, ada plastik, kantong kresek dia pakai kantong kresek。尽管是无相关的专业知识，伊同款决定要开始找相关的资料，嘛找到6700万印尼卢比，差不多是新台币128000块，搁找到敢若收工钱的朋友，因就开始做衫咯。Yang tadinya awalnya mungkin targetnya kalau dari target pribadi aku cuma mau nyumbangin 50 pieces gitu, ternyata kita bisa produksi 1000 gitu。目前已经有20间病院排队等在手工做的免费防护衣，事实上刷落去，伊嘛必须赶紧去做，希望讲这批医用布材会使赶紧用会到。这是家己做的布巾，嘛是会使一再利用的布卫生纸。You put in a few drops of the lavender and chamomile oil. Take your wipes, place them in the solution, turn them over once or twice so they're really nicely wet through. 疫情爆发了后，英国卖场的货架定定拢是空空，尤其是光性的卫生纸、介绍书，又果是民生用品，嘛是厝当中主要的囤货。不少人就开始伫想讲，敢有其他的物件会使来代替。It doesn't smell, and you can either wash at 60 or wash at 40 degrees with an antibacterial laundry liquid. 根据资料，2月下旬到3月下旬中间，英国民众总共开了19亿英镑，采买着生活用品，总销售额增加20.6%。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台湾各地甲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了后，西半部的山区嘛有阵雨。若明仔载，咱台湾各地甲澎湖、金门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到的是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雨阵雨。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有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到29度。来关心休困这3天的天气。休困这3天天气拢袂歹，乡亲会使出门行行咧，啊，毋过爱保持社交距离。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在家报税，安心防疫。如需前往国税局报税，请避开申报人潮，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一、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避免人潮聚集。二、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保持社交距离。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请在家休息，并采用网络报税。报税不忘防疫，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蠓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做囡仔歌。罗马字写做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二条啊第二条呱第一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耍放鸡仔时，就会哪耍哪念：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五大兴，六拍手，七围墙，八蒙片，九口耳，十口气。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同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雨滴滴落，一篮伊要带某。这条西北雨，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个鱼斗相共，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踮马甲，踮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仔滚烂烂，摇开囡仔流水烂。这条踮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踮马甲踮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六囡仔歌，